我们总是安尼讲，家有一老，枪有一宝。不过，嘛个真是总比个宝，总比个心肝命大呢。元旦国寿是俺哋大家共同的回忆。所有带到元旦村的人，大家都係啲元旦國壽畢業嘅，故所呢種嘅回憶，絕對做唔得因為廢教，殺嚟消失體系。聽講吧，俺元旦村嘅生意呢，係最接近人嘅，唔做咪搶走佢哋讀書嘅權利，拜託啊！天公吧，客家天師屯鄉下關心，偏遠好教。